Hello，你好，我係阿 Fina，你嘅正念冥想老師。今日係佛誕嘅時間，我好想透過呢一個冥想練習，讓我哋可以安住落嚟，揾翻一份慈悲嘅心。同時，我都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冥想練習，同我老師一行禪師致敬。呢一個冥想練習係我仿效一行禪師裏邊一個關於蓮花嘅冥想。而我第一次聽到呢個冥想練習嘅時候，我記得我係淚流滿面噶。而當中嗰份觸動嘅感覺，其實好難用言語去形容嘅。所以我想邀請大家同我一齊去感受。呢一個冥想練習導航唔會太多，只係開頭同結尾嘅時候會有少少聲音導航，而中間呢會有大約15分鐘嘅純音樂。響嗰個純音樂嘅過程裏邊，希望大家可以安住落嚟，持續去觀察你嘅深呼吸。有雜念出現嘅時候，我哋好單純咁知道察覺佢，然後溫柔地返返去我哋嘅深呼吸就可以啦。當你預備好之後，我想邀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地方俾自己坐低。你可以坐喺任何位置嘅，地上邊、梳化上邊、凳上邊。喺呢個過程照顧好自己就足夠啦。安頓好自己之後，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，用少少時間回歸返去你嘅深呼吸，感受吸氣，涼涼地嘅空氣由鼻尖擦過走入身體。呼氣，暖暖地嘅空氣慢慢由鼻孔呼出嚟，回歸返去大地。唔需要控制，只係想邀請你好單純咁俾自己察覺，而呢份察覺就係我哋同自己聯繫嘅開端。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感受頭頂有條繩拉長你成條脊骨，容許我哋坐得直一啲，同時都容許你下腰嘅位置保持返天然嘅弧度，讓佢向一個放鬆嘅狀態。慢慢感受成個額頭放鬆，將你嘅眉心散開，輕輕張開少少嘴巴，讓我哋咬實嘅牙骹都放鬆，頸側膊頭有空間沉低，再用低多一啲。如果而家身體唔係喺一個最舒服嘅狀態，邀請你調整一下你嘅身體，下一個吸氣，我哋將蓮花擺入去我哋個心裏邊。呼氣，感受呢朵蓮花喺心裏邊慢慢盛放。吸氣，我係蓮花。呼氣，蓮花喺心裏邊盛放。吸氣，我係呢一朵盛放嘅蓮花。呼氣，蓮花喺心裏邊盛放。吸氣，蓮花。呼氣，盛放。
吸氣蓮花，呼氣盛放。每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我知道我係一朵蓮花；呼氣嘅時候，我知道佢喺心裏邊不斷咁盛放。讓蓮花一份慈悲嘅能量喺我哋心裏邊不斷植根、不斷延展、不斷盛放。下一個吸氣，我係一座大山；呼氣，我感受到一份安住嘅感覺。吸氣，我係一座大山；呼氣，我感受到一份安住嘅感覺。吸氣，大山；呼氣，安住。吸氣，大山；呼氣，安住。吸氣嘅時候，我係一座大山；呼氣嘅時候，我送一份安住嘅感覺俾自己。下一個吸氣，我係一個平靜如鏡嘅湖面；呼氣，我見到湖面反映天上嘅萬物。吸氣，我係平靜如鏡嘅湖面；呼氣，我見到湖面反映天上嘅萬物。吸氣，平靜如鏡；呼氣，如實反映。吸氣，平靜如鏡；呼氣，如實反映。邀請你繼續安住喺你嘅深呼吸嗰度。當吸氣嘅時候，我哋有察覺嘅；呼氣嘅時候，我哋都帶住察覺嘅。
邀請你畀自己留多最後3個深呼吸。第一個深呼吸，我想邀請你送一份蓮花嘅能量畀一位你好愛嘅人啦。慢慢呼氣。下一個吸氣，我想邀請你將呢份安穩大山嘅能量送畀你最近面對嘅挑戰，或者唔知點處理嘅事情啊。最後一個深呼吸，我想邀請你將平靜如鏡嘅湖面送畀你每一個當下。讓我哋每一個當下都帶住察覺，然後讓呢份察覺成為你每一個當下送畀自己最好嘅禮物。呼埋當下呢啖氣，慢慢帶自己返你呢個空間，感受返你嘅身體。然後將雙手放喺你心口上邊，感受手掌同你心接觸嘅感覺，送一份多謝畀佢，多謝你嘅心，同時都多謝你嘅身體，最後多謝自己願意為自己預留時間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隨時畀自己張翻開眼睛，送一個溫柔嘅擁抱畀自己。多謝你